错风若是歹的眼睛，伊给你留起条街。天天加油唔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上帝的几行茶，最暖满意。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迄咱人讲说高涨海的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偏你路路。用下短短枪弹作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同样的路，一群小学生闲闲听书，摕咱摆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去飞迎生命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世界色亮满心，传很复杂的你，分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。用最自然的方式。年年里来百花开，年外千金彩楼台，绣球大众李梦真，哎呦梦真真，嘿好青年哪里的哟？哎，对吧？哎，嘛个事情按听啊！哎呦，过年了咩？嘿呀，嘿嘿嘿，甲创家去听下，李梦真高音调的啦。哦，阿你要不要唱歌？当然哦，三国王子。有，我呀，我去过年啊，年都会十放假嘛。哎呀，十放假嘛。啊哎，我不看要抢纪念要放假。哎，来，今晚来摘。哎，等下，我算钱的哟。啊啲啊，过年嗰阵唔好抢。年夜里来百花开，人爱千金彩楼。调解了，眼目攞買哦。一摆艺术哦，有进步。鬼唔係自制，係愛個壓制，冇規條雞滷麵啊！哪有咁誇張啊？他們嘛，唔係講同米國內的米片，係養靴子怎麼改？靴子被年貨啊！靴子係國內的米的米片，哪一國的習俗啊？過年咩？做造型衫，戴新帽，造型鞋啊！唔少靴子被年貨。爱弟，一个人哦，想要买东西哦，总要请到理由嘅。哟，哪买嘅啊？我應該唔係喺買米，係個米，都好看啊！好樣買樣，弄個倉啊！是懂好看呢。要幾毛？當便宜啦！我幾時節還撈到喺調價樓家私搞茶咧？889嘛係便宜哦。單槍一盒誒，生意做得哦。乜解師傅889嘅家私係便宜啊？買東西哦，係哦，唔係看價錢，看價錢。錯。唔好用嘅哦，嗰扎便宜哦，就算貴，唔講衝了。有買穿到，冇買料到。錯，就係咁樣，求咪，係唔係愛甲好運動誒？咪唔怕咪咪驚？看情形，唔可以啲變通。哎呦，唔做迄個點啊，好卡到誒。係啊，係唔係愛啊？嗰時只條條做一班人錢，人家下邊買咗咯。呀哈，做聊太咧。係家家師傅佢面哦，就緊緊，以下前面正來。
当然要这有较强社会啊，佮哈袂暗食，迄本人嘛去的，娘干啥啦？嘿啦，系酒酱的啦，唔过无带空在哪里？嘿吼，哎呦，摆那真好啊！也唔错，摆那，咩唔好呢？我去讲啊，唔係比的问题，係 sense 的问题。要下袂哦，就不用都要做好，下尾就不用一地步，安尼就讲得到诶。哎呦吼，披个拍色个类似就讲了呀。跳讲啊，老外上的哦，Q 样诶。我给拄好我白色的蕾丝，唔怕，佮夹票个艺品店哦，只有睇卖动奖的铺的哦，我有看到。真劲啊！你说啥啊？去买转来啊？几多钱啊？我本啊。我去看张碟咧。用钱？来，对。还呢？爸，你莫再下来啦！不爱啦，不爱，不爱。我做虾咩？我做虾比脏虾比好来啊！呀，唔下好的问题啦，若是哦印象唔错，大东我杯哦，你会笑呢。嘿啊，都买下好的转来，你又唔掂。啊，人家下来去讲。下到并还好看。我做明年呢，鸟啊，哈，看到骗虾啊，我下个欠，我就不服，压住下岗人的精神啊！哎呦，娘噻，细时节爸爸都搞我傻哦啊！明明啊，这个虾就做得用哎，做嘛还要去买嘢啊？闭来！就下摆动都装的咩？浪费自的钱，都比俺了买转来的还较贵，哪有上嘛噶？臭啊，而且很不环保哎。爸，等一下这下唔错，我再搞挪鬼团，按用南东南镇里呢。啊，这好啊！我下次就浪费纸的哈，不环保，给人家嘞，人家得买转来嘞啊！你去盯人家下摆贴几多张？我都要现场看几下的呢。臭啊，你呢？下一遍就下好嘞。是啊，移动纸的下市啊，就会不环保啦。我们下中州袋。哼，我想跟我讲。有安全声音。1、2、3、4，不错嘞，要不要进行同好嘞？很多钱，冇种牙没啦，是菜冇洗衣。嘿，用做都用风暴签来分呢，记得哦，冲动下恩哩呢。爱知啦，我是讲少年啊。唔过，我爸系咪做得转来公园就好了啦？阿爸做么甲讲言吼，去美国做事啊，公司冇必要。美国的公园冇强用啊。嘿哦，这种迄圣诞节时节将重要。错啊。哎，淑慧姐，你不是回家过年吗？对啊，家里没人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他们出国去玩啦，全部！你家人排挤你哦，好惨哦。不是排挤我啦，他们以为我跟以前一样，过年的时候要在医院轮休啦，所以就没有事先帮我订机票、订行程啊。等到我发现的时候，那个机票都被订光了啦。那我不如回来卫生所过年。要是你们拉肚子，我还可以帮忙。淑
苏慧姐怎么了？我忘记带钥匙了啦！哎呀，哦，好了，不要难过啦。我爸也在国外啊，我想你一定很想你的家人哦。可是没关系啊，你可以在这里过年，大家也会很开心啊。我不是想我的家人，我是想要出国玩啦。苏慧姐，不要哭了啦！俺婆同来公啊，过年如果哭会被年兽抓走哦。哪有什么年兽啊？谁看过年兽啊？阿元叔，阿元叔，阿元叔，你见过年兽啊？对，而且那年兽还被我宰了，装进铁桶里面灌水泥，丢到大海。哎呦，大过年的杀气就这么重啊？别问了。哦，那我不要问了。啊！叫你别问，还真的不问呢。哎，多少假装一点关心呗。我关心你啊？谁关心我啊？你有我惨吗？我第一次一个人吃年夜饭呢。苏慧姐，不然这样好啦，你来我们家跟我们一起吃，这样也有人陪你。对啊对啊，阿兰姨煮了很多好吃的菜哦。哎，真的，你慢慢今年中马个菜啊。去年看看啊，大概鸡酱白斩鸡啊、蹄膀笋干、空肉，还有个砂锅鱼头。好啦好啦，我今年在你们家吃年夜饭。我也要，有没有？阿眼吧，淑慧是没有办法跟家人一起过，才跟我们一起哎。你这么某专业不考同盖小乐还有方瑜跳汉围炉啊？我也想带我全家人去养乌卡过年咩。好主意耶！这样我们找大家都聚在一起啊，一起围炉啦。对啊，这样子比较热闹。而且哦，有好多老人家哎，看来我红包可以领不少哎。阿文病啊，会做父母爷的呢，你安尼个过年啊吼，骗人中了，就连做生意的时节啊，你无爱存钱，安尼咁差。做就排好了。哎呦，你俩人自家排好的，要唔我吼，你下太家钱无限呢。哎，有钱不吹，你还冇吹？我大年都会过年的时间去圈你咩？后摆我又冇落马上合作，我先来了就先来了。是，跟你去搞到讲到迄头摆呢，也哈无穷用的啊。迄讲阿兰伊要老人穷用啊吼，讲无爱做就无爱做，讲要变了就去变了。你看老人哈家种行行了了的时间，我很记得去什么的，吃泡面呢。唔嫌泡面唔好食，个泡面几好食，唔对啊。Come on， 泡面冇有几好食。哎，我看个泡面冇，老人讲，迄口面啊，青岛诶，还有炸酱葱烧牛肉面，冬菜鸭肉肉骨茶，当归面线麻油鸡，香菇素肉王子面。哎呀，也好，唔要讨论王子面爱泡面好食也唔好食的问题啦。嘿啦，文炳，我唔係講吼，嘅嘛個催你唔好啦，唔過吼，大家合作呢，有個合約嘅呢，嘅名站上面仲下都有寫呢，竟然下來看到冇，我又問交代啊。錯，有合約。Good boy。好啦，捱啲啦，我會砸個靠你啦。靠你，那個合約當中啊，都寫得清清楚楚，拍字無私嘅呢，欠你侮辱幾天嘅呢，還會靠你乜嘅東西啊哈？快叫人嚟咁錯，哪數當到啊哈？父母娘要點冇 ？Understand? You got it? You know that? You 要買錢，佢做乜唔講法？你做乜唔明啊？衰退嚟。 What？ 阿麗，我讓睇數。阿麗，哎呦，坐啦，坐。要重哦。坐下。
哎，你文兵係冇？係啊。哎，阿蘭姨，哪做下了？中啊，中。等一下，阿蘭姨來了，有問題？來批到同鄉嘅面試。哦，乜個垂條毛，屁股按鈴，老係學嘅呀？看來了。阿蘭姨啊，落到嘟好啦，然後唔講啊，亞三人講啊吼，你過年冇去做生意啦，過年乜個缺你，啊你我用嚟同人客交代。哎，弄嘅咯，媽情形啊！哎呦，杰西卡，有按洋葱冇啊？冇按呢，愛點紅嘅壽司哦，本啊有人下來，唔切下去盤盤的啦，好冇 ？Come on，呀，唔係人壽司本來也冇嘅問題呢。誒，迄講啊吼，人下來呀去個市場頭吼去去啊，哇，老練啊吼，無像恁嘅飯皮也喺手當中。誒，我係弱女子呢，有乜爭咩？你就請皮特啊！我嘅評論是佢出嚟 voice 會打評論，怎麼還會罵嘅？我是。你點啊？阿蘭姨啊，講困難啦。哎。就是咁樣講有理，那樣做唔得啦。唔係啦，阿蘭姨，我大年哦，對過年嘅時間去勸你咩？勸乜解啊？就訓練啦。哦，跟人去哪訓練？冇去哪啊，我就應煎吃紅茶，煎到奶料到奶啊。有老朋友講阿姨啊？冇，就我一三人。哇，愛弟耶！你就一三年哦，咕咕兮兮啦吼，看到人家流浪天涯小包包，應煎哦，單調嘅送路咩？錯！過年嘅時間，大家都老夫家人強下，我位老媽啥強下，唔講啦啊！嘿，愛故事，愛好故事，愛聽故事，冇聽，我怎落你講啦？你講清楚點位啦，那人家你做咩啦？好啦好啦。文彬啊。阿蘭姨。弄完。你說是不是安撫誒？哪弄去哪？我帶到副卡。沒去3年，出去行啊，較癢啦。冇走啦，留下來鄉下食團圓飯啦。啊？阿蘭姨，愛弟，我這樣轉來家下，沒去3年，也心情我永遠唔對。可能用一家一家團圓，3年沒到，心肝頭永遠唔會艱苦。你做得老豆，連沙當作切卡不卡人啊！好啦，嗱，迄兩個當作愛人，跟俺做冇把我講，希望就留下來食團圓飯。阿蘭姨，什麼呢？唔會啦，留下來跟我食飯哈。好。呀，送你表。哦，好，我去干嘛？好。阿姨，文彬講條聲哪都清冇遠。我去民宿請 Peter 夾掉啦，請我做嘛？我哋同講見面安撫啊，大家鄉下食飯。錯啊！阿水爸講哦，天氣倒好啦，上去攀走。哎呀，你當然會咯。當然哦，有阿燕收啊、小樂、方瑜姐，還有淑慧姐哦。淑慧，操，佢唔是轉不完。夾不開你唔會記。哎呀，講嘢唔係我被講啊。好，阿麗，阿是這哦，是門，好。哎，東西啊，哈，就不用多改哦，哈。哎，走。文彬啊，躺下就冇唔錯咧，點啊？好。文彬用誒？咩好食咧？乜解咩好食？文彬啊，你好，我是後發輕講，伊哋下獲益良多，深明大義，一聽無以特許。有樣嘛？我橫講出講啊，吼，佢都唔肯呢。佢耶，乜佢搞定？我唔講啊，多少啊，咩係要嘅說服力。啊！
看起来我真个重新评估呢，那无我想嘅按摩垂跳的哈。无垂跳，你那边无垂跳啊？我爱一哄一哄讲出来不能啊。不是啊，人家爱糖豆，不叫啦。海仔，无想到你竟然还会讲天笑呢！短短个2分钟之内，我就接触到有2项正面嘅体质，还有积极嘅人格。看起来人家评估报告，我真叫重新个写过了。评估报告，评估乜嘢啊？大家员工都爱嘅呀，爱存档备查。个条件呢，係講啊吼，對任何一個員工，未來啊愛省錢啊吼，也係考核，錄做得啦，扣2分資料。我要順氣那邊，我係條街來的呢。做得好吼，無好爽；做唔好，我也唔是講不給死條路。第4項啊，個大義滅親愛的咧，你不少哦。唔係吧？我把咁樣按摩錢嘅人，就解送快休啲米蟲天啊，唔好用嘅吧？我還唔是看過按太米嘅米蟲。按用按講嘅哦。唔是吃到按艱苦啦，今日家下都要發現人家優點的呀，所以哦，較善忘、較扁掉的，嘿，個人家味的吼，係人家的呀。我去什麼？糖嘢最甜。哦，騙死咧，騙死咧！老爸，用的喏。冇騙你啦，我要較什麼？冇事係條路啦。唔都講嘛啦？哇，嗱我講啦。記得啊，鄉下上走，1時年30日啦，啥咁冇錢阿姨呢？哦，爸，佢騙人嘅是個團圓飯，攞埋關係喏。記得鄉下呢，有阿爺、阿水兩家人，還有個阿蘭啊，全部呢鄉下呢。哦，爸，日頭就帶下全天啊，中秋就打掉死，一冇用嘅嘛。條架，像較開掉的啦，嗰民宿哦，也見你都按摩行咧，就算你跳唔去，行為開腳嘿。我行唔開腳係我嘅事情啦，記得冇跳阿姨哦，記得就唔脫啦，去啊！哦。很凶啊！買面試啊？係阿拉呢隊窮友啦。朋友哦。啊啦，莫講哦，莫講本人天槍槍的哦，有兩個樣嘛。哎呦，個天窗有留本的啦，放心啦。伊度錢係蠻成本，講完過節啦，遐錢吼一定要成本啊。伊度啦。好誒好誒，唔是哪都按辛苦啦，唔是啦，半日嘅到同事他甲講嘢夾菜啦。有人講的哦。係啦。唔免按全部本哦。係啦係啦。無奈人死女團講係全本哦。唔會啦。唔會哦。唔會啦。點見咧？一睇讀書哦。係啊。很凶哦，遐面試啊。唉，娘人啊，當然就堅持去甲留宿啦。半日就等我天人轉去過年。唉，你啦情況實在很落，當我老朋友上啦。冇啦，係生嘅哩。怎麼愛人有家庭嘅人啊？愛人先歸去，也唔怕啊，做會到。富生叔，後尾啊，大家來會路呢，我強下來摸啊。阿邊做唔得，係去動辦呢，做唔得，派出所去動辦。哇，阿富兄，你們懂應景哦，好負責任哦。係啊，一天呢啊，常常會安尼嘅啊。講完時節啦，他講攏了解啦，好冇？啊，他講了解都會希望講資源夠好啊。啊，對安尼來講，你哦，細條變多嘅啊，任務又重嘅啊，好冇？啊，你當個太粒嘅，你會來突然流流啊，燒出發一個風暴啊，啊就清楚堅持一天，我睇派出所。電風暴。錯，哎。牛啊，用笔也够矮呢。喂，來燙色啦！糖不是你還要講？這。本表老臭就夾槍槍的啦！這。有一點
用就好嘞，叮当是咯，哎，条摆都无按导演呢，像那个当演公演的时间啊，个阿文名就出于忙个特训啦，个小倩啊，个阿姨呐也忙乱，个今年个苏慧要给家人排挤啊，这有按导演啦，第一百刚按导演生。我不是被人家排挤啦，不小心被忘记了。好啦，淑慧啊，你也不要难过了啦，嘿啊，你可以吃到阿兰姐煮的年夜菜，也是一种幸福嘛，对啊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年菜了。嘿啊，太好谢，太敢哈皮耶哈皮耶，青椒丝青椒丝。哎，阿兰姐啊，拜问一下哈，去年啊记得我们还唔肯做年菜没哈？知道去年较唔好生的，还没调工干了。哎呦，拜托的呐，又没两个这样玩用哦。我本来做呀，今年较好吃啦。莫天气，莫天气啦。给死按多年，用哈是张后生。哎呀，有理啊，有理。哎，来啊！呀，按老年后阿水白要冲三锅了。当年啦，你来是新年哦，众家下无太团圆哦，日头锣鼓啊响连天哦，祝福恭喜你个太传钱，哎呦太传钱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呀一个太传钱。好嘛，哎呦，我说可以好，好的好的。哎，来啊，有 Q 哈老师来哟。谢谢你。哟，哎，做乜嘅你？茅台茅台行啦，茅台茅台。好可以。谢谢。我卡就闪闪你是团圆饭，这次来你唔对我做嘛，农场人诶。錯，33年都嚟做馬街，連大牌年都唔拉。来啦，这又不会打牌。你们刚刚说的我只听得懂热闹打牌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呀，我们呐，今年呐这么多人一起围炉，很热闹。那你们不会真的打牌吧？就说我跟我姐不会打牌，不会打麻将了嘛。哎呀，阿天过年嘛，我们小赌一下不行啊？不行。吃饭。哎，小乐吃啊，小乐，多一点。阿强，慢点子，过年哦，搞一下生气嘛。谁生气啊？哎，不是，我是说这过年嘛，大家玩一玩，好玩嘛，没关系啦。学长，我们的对话你有听到吗？吃都来不及了啊！我不管了。那你不管，我也不管了。吃快一点，等一下还佛所里面值班。是学长，不要黏在这里哦。吃快一点哦。值班。我跟你讲。阿天。不是说的意思，又不是要你吃那么快，你这样会噎到的。我都吃快点，不吃快点我你就。哇，饮料来喽！饮料来喽！谢。按快。叫我来得啦！对啊，叫我来啊！对啊，叫我无快哦。要走。哦，按澎湃啊！哎，cái桶啊，很多注定的哦，你还当做以为等一下的话。原来是这样子。我在暖湿嘞，按摩行。虽然大家在一起围炉哦，很开心，干嘛？可是啊，有警察在，真的有点不方便哎。对啊，不是要干嘛那么严肃啊？臭啊！你啥个呢？唔系啦，阿妹
迄开叫劲啊！阿天哦，正经的木头呢。糖色咯！哎呦，那就来讲几天好啊！我阿天朋友，我讲我家几天友同样子啊！哎呦，反正就是吼，锵锵，那个啊！我知道，哎，听我说，你们大家酒杯拿着，你们两个去最后面一桌，你们两个跟我走。好，最后一桌。阿木叔，这一年了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有你们哦，保护我们大家的平安啦，然后保护我们这几位需要被保护的美女啦，所以哈，我们在这里谢谢你，谢谢。那我们干杯！耶！我只能喝果汁哈，不好意思。学长，可是我绿茶已经到了。随便啦，不要是酒就好了。辛苦了。对，淑慧很懂事哦。第一次懂事。哎呦，那请问两位吃饱了吗？差不多了。我也差不多了。那是不是该去执行勤务了呢？吃太饱会想睡觉哦。来，我们欢送两位。等一下，刚刚还说你很有礼貌，人家富生啊，辛苦了一整年，难得请他来吃年夜饭，怎么可以赶客人呢？就没讲，俺们现在差不多的啦。哦，係哦，阿富哥，而家鳳寶怕會累哦，都訂了。好，阿健，去了，走了，好。王小姐啊，我去执勤了。好。哎呦，跟你讲不要黏在这里嘛，走。小心啊！來，見到嚟。祝福他家兔年他家都在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风暴有哦，哎呦，那团圆饭哈，你怎么叫得出来啦？当然 ，Of course， 我问你，係 Jessica 誒，做事做啱無限哦，下唔開腳啊，唔過我搖嘅咩可以搖啊？哎，好好吃嘛。有，你還亮啥？我發現最近過年唔係上不下癮啦。哎呦，關事啦，但過年啊吼，就安尼啊，去路行哦，又食茶又乜嘅，扶扶伢無，就那騙你冇中用啊，沒妥啦。錯啦，高速公路嘅茶吼，到停車場茶共用咧，都唔會停同嘅。係喎，黑洞打電話吼，你們該路況，那小姐妹亂講，現在路況一切正常，車流量正常，哦，結果咧，食都未死。錯，你係就係過年嘅車流量。車流量就會太測查，不錯，太測查就會正常。真的。哎呦，這是東西啊！哎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本看嘅東西，噔噔噔噔。飽咩？哇！唉，我發紅包，嘅當然咧咯。哎呀，聽年啊，過年過節一定要唔掉到了出版。搬到紅包贈人，應當啦。我條家，哎呦，你真係很掉心呢。跟年終獎金都辦唔出來耶，你還會包紅包，感動哦。唉，其實哈，其實哈，你喺心意哈，係做啲啦，係數到嘅。平常做事哈要按實數最好嘅呢。來，新年快樂！新年快樂！好。哎呦，是火鍋啦。食。哦。都好料嘅哦。看你有什麼的？條家你。
嘛较好了，爱落剑逢生。哑巴讲要落剑逢生，系乜个意思啊？Peter，哑巴咧是唔讲。阿爸哦，你这个买好了诶，唔盼呢吼，不安生。哈，我是安那的。哈，你这个声，这个声。我也奇怪呢，但对于个骨小病也以后吼，阿爸吼，冇个帮我缝包咧，奇怪哦。干嘞，我对人喊你昨天个业绩特别都扣嘛。哼，阿爸了个人哦，下辈哦。干嘞，你就怕凶啊？哎，先生有没有不凶一下，怎么啊？哎，金币有好食好出好，还有同胞会拿，给他吃，给他吃。你黑啦吼。哎呦。哎，你都唔想我第一特别都扣钱？我哪有讲？阿爸嘅缝包啊，你吓高人哦，我打開來。你講下，你吓眼瞓，你眼槍好冇？打開來，乜叫喎？嚇？按兩槍啊？係啊，係細細嘅時節啊，係數到阿爸嘅縫包嗬，一放起嚟，打開來，我真係唔掂啦。哎呦，哎呦，係細細嘅時節啊，你也好，唔都睇你啊，呢個要嚇到呀。來，問好啊。唉。吃火锅啦，吃火锅啦！完。哎呦，家家老娘的东西拿转去啦，俺冇想到搞的啦，俺冇想养嘞。小乐啊，凊彩得就好诶，对嘛？凊彩得，得吧就凊彩得啦。俺这里没搞了啦，东西放养丢了。这是个好主意。中等。你怎么听得懂？我怎么会听不懂啊？不可以啦，反正哈，这些东西我们自己赢回去是一回事，东西小乐平白无故还给我们又是另外一回事，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那你争气一点啦。我走。来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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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级 B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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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级。这是什么？什么？告诉你，这是比砂锅还大的拳头。都没有我脸大了啦。我的意思就是警告你，不准再对小乐说这种话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哦。我是站在你这边的，你到底输了几台脚踏车啊？我这，哎呦，东西放养丢啦！睡不着嘅，過年過節又搞到人假咯喲！我查。
小乐，迄唔迄养都唔想养的啊？唔对，迄唔迄上个老一家嘅同事哪转去啊？哎呦，小乐讲好就好了啊！来，哪转去？省心啦！谢谢。你在关键的时候都听得懂呢。哎呦，我冰雪聪明啦！哦，你更笑。谁理你呀？哟，你又听得懂了？被人家骂不要脸还听不懂，训掉了啦！阿平，来，我师俩哈。哎呦，简单。王表，啊？我这样查哪转去啦？我按到咩唔对做嘛该啊？总的，我坚持，我会靠我这个全部养转来。啊，阮爸，我靠，交配的好嘞啦，每交18拉嘞啦，金主，很水哦。系啊。那我切拳好了。好，我就唔是眼水，我会一拳一拳嘅养转来，来，鼓哈。做点咩啊？爸，干嘛做咩？哎爸，输迄牙转场，太小乐搞啦。错啊，太多来啊。输迄牙转床，讲白了也牙转床，我冇一啲好嘅啊。有啦，乜解？很会吃啊，吃第1名啊！来呀，你用他来吃了。来，他来吃。好了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来，鼓拍剑。鼓拍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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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鼓拍剑。开庭！2个衰鬼要玩到什么时候啦？小乐，我看只有你自己可以解决这个盘子。暗树，你下去呀。够。好了，来，开始。鼓拍剑。注意咧，莫收天来哦。超好。歹势，将来过瘾啊！文炳，提你做乜解啊？呀，迄个书本少那个字行查，我的16块，我查过去拿，我。不过小乐唔会人唔来啦。佢冇嘅，呢幾件事情，我總定唔會記啊！查過將來過一下，歹勢。哎，文炳，喂，莫叫我啦，今日過年呢，過年總唔得叫哦。文炳，莫要緊啦，男子漢太衝步，就那邊跌落，就到那邊起起來。你還跟用暗用講法呢？我都按水了，你還講係男子漢大豆腐？我才有講男子漢大豆腐。
人讲用下巴讲一摆。男主很太痛苦。你看啊，结果我太痛苦了。我袂使干妈么？啊？冇给啊？干妈？你要认干妈哦？哦，早说啦！你讲来点用啥？太受伤的啦。嘿啊。我是说要打他啦，什么干妈？还是啊？哎，思颖啊，阮这样动揣哥的，莫打击的啦。好啦好啦。是同情爱。因为有你刚刚好。爱怎会刚好？给吃。就会按钮啦。就会坚持。哇，天下嘅世界好，有你闪闪地基，我就冇烦事了哦。要稳变，因为讲就讲唔爱谈。爸，你睇看嘛噶？你研究乐乐的白事啊？哎，这个偏财命这么顽强咩？哎，我还没面相啊。你查呀，爱做嘛噶呀？查你要做嘛？哎，你当重要呢？你讲他个本命真件运势很强哦。佢係所以好好攞去規劃人生了。哦，唔愛想呀，以為冇啦，要輸本愛啦。冇啦，定係你不解啦。哇！水母妹昨天拿很多钱呢。哎，戒指有份，乐乐。啊，子哎，本姐姐。把四兩度些係咪講個眼睇薄嘅紅包啦？冇看過做阿爸的按計較啦，也係捱老小樂向他爸本呢。爸，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！哎呀！爸，唔用的呀？哎，冇事吼。爸，你用的啦？公年的，中唔得叫？中唔得？公年唔叫。哎呦，好啦，要有乜都好叫誒。俺老小樂都團拿到紅包，為木燒米燒，聽到包起來咧。你懂感通啊？冇人知識。爸，迄個唔太跳，下巴硬到一百卡食掉哦。做唔得，做唔得。好啦，冇叫誒。冇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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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叫。啊！一下攞杯幾排吃行茶，愛用架啥啦？媽媽咪幫成感通也好忙，乜嘢做乜㗎？你做唔嚟嘅，做唔嚟嘅，過年嗰隻冇嘅，做唔嚟嘅，過年咯。破冇嘅，冇嘅。公然拒赌，要不是学长昨天说不管了，不然我就会过来逮捕你们。操！
你应该逮捕我的，快点吓走我！这是一种天赋吗？你是说衰吗？衰不算天赋哎，是一种运气。好啦，建国100年，天下我最衰之衰神杯比赛第1关，预备。两台高起，万有人错两三来去天马。看都是你无的风景，意外无笑一道，对面嘅生分意，从未讲你一手打招呼。三分意，从未讲你一手打招呼。对面嘅三分意，从未讲。